今日呀，托個蛋來一隻切皮膚食飯，看到冇？有啲食冇？逢星期六日都休息的哦，東西相當靚，帶來看一下哈。啊！排骨20，肉餅20，五塊泰國10塊，鴨肉豬腳20，雞肉40。湯啊？5塊錢。很便宜啦。5塊錢。也就清蒸排骨。哦，呀杯好。也就鴨肉豬腳。哦。也就肉餅。哦，肉餅加10分菜，哎，要這個？雞肉，還有炒菜，可以鹹菜。哇，很香哦！我根本就得是想吃排骨。上菜喲，中間人高香，一家炒豬炒，哎，2碗湯，當皮湯，排骨，當皮湯，5塊，蘿蔔鹹菜炒豬炒，係啲客家人的經典。